Hello， 大家，我係酷，是不是有點認不出我呢？冇錯，我又嚟到東京啦。呢個時候就有人問你係咪發咗達啊？點解成日都去嘅？No no no， 其實每一次都係搭紅眼廉航過嚟，而且住喺朋友嘅溫馨小窩入邊。我都唔會去啲要預約嘅餐廳啦，所以使費分分鐘咧平過喺香港。今日嘅課咧就會俾大家睇下我喺東京一日嘅使費，大家也可以作為一個平價旅遊攻略參考。先嚟一個 outfit check，Oh my god，呢度俾自己靚仔到。嗰日咧係諗住去行街嘅，所以着得簡單啲。間衫咧係嗰種雙拉鏈嘅設計，好保暖厚實，同埋有啲復古啦，我都幾中意嘅。入邊都內有乾坤，着咗件 I'm not cute嘅 T-shirt。晏晝就食咗呢個日本知名品牌牛檔。我去旅行唔係好追求味道啦，所以呢個對我嚟講已經係超級美味。加埋呢個溫泉蛋呢，開啟咗美好嘅一天。唯一的缺點就是吃完並不會變成石原里美。今日嘅主要任務呢，就係去下北澤嗰邊買古着。本來呢係好期待嘅，幻想自己可以淘到成身好似《丹娜》入邊主角入邊着嘅衫咁啦。結果我發現價錢都好虛高啦，而且出現好多1688貨，空手而回省錢啦。但係就喺呢邊咧揾到一間環境幾好嘅 coffee shop， 我嗌嘅係焦糖雪糕咖啡。基本上甜品啊飲品類咧喺東京都唔會踩雷。喺附近咧就行到一間咧幾得意嘅鋪頭。日本人，你最好給我解釋一下這是什麼？蘭大，你為什麼會在這兒？居然仲喺呢度咧買到咗長腿嘅 Kitty， 帶住佢咧就準備去行澀谷啦。嚟到澀谷咧，好中意行呢個商場，門口咧就係紅標嘅 Vivienne Westwood， 入邊咧有好多潮牌啊，好多可愛嘅 stuff。買嘢嘅話咧，可以留多啲時間俾呢度。跟住咧就去咗有4層高嘅 Kittyland。如果你和我一樣喜歡買沒什麼用的萌物的話，一定要嚟。入邊有齊晒最熱門嘅 IP。Bobby， 我喺呢度真係可以行超耐，而且現在都換上了聖誕限定，真的很可愛。今日最後呢，就去咗食一間庶民烤肉，可以選擇單嗌或者放題。我哋揀咗單嗌，都食得好飽。講真，我覺得味道真係唔錯嘅，不過玻璃胃嘅人呢，真係要慎點。後尾我就知瀨嘢啦。無論食到幾飽都好啦，日本旅行呢，最後都係要去一次71嘅。試咗試呢個好 hit 嘅蔬果奶昔，隻味咧就正正常常啦，就咁結束我嘅一日。